speak Jesus.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fear and all anxiety. To every soul held captive by depression, I speak Jesus. 'Cause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Yes, it is.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Your name is power. And we declare it now.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hold. An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Shout Jesus from the mountains. Jesus in the streets. Jesus in the darkness over every enemy. And Jesus for my family, I speak the holy name, Jesus. Oh, shout Jesus from the mountain, Jesus in the streets, Jesus in the darkness over every enemy. Jesus for my family, I speak the holy name, Jesus.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Come, Holy Spirit.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手，我们敬拜，我们一起来拍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切拥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主，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日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世界公义主力量晨曦，喜在今在永在的君，喜在今在永在的君，喜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将我们赞美献给这位喜在今在永远存在的君王。阿们。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是的，主，你是配得我们称颂的主，主，你是配的。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付上代价，担当我罪和羞愧，使我完全，日下奇妙恩典。感谢你无比大爱，感谢你定恒双手，宝血洗净我无悔，使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神羔羊配得坐在宝座上，就乃这些尊贵冠冕，你作王到永远，来尊重赞美耶稣神儿子，从天降下背的十架，神羔羊配得，神羔羊配得。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付上代价，担当我罪和羞愧，使我完全，赐下奇妙恩典。感谢你无比大爱，感谢你定恒双手，宝血洗净我无悔，使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神羔羊配得坐在宝座上，头戴着尊贵
现在邀请大家一起来开口来祷告，我们要感谢耶稣为我们牺牲，因为他的牺牲，因为主耶稣的愿意，才能造就今日的我们。好吧，一起开口来同声来祷告，献上你的感谢，献上你的祝福，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啊，耶稣基督啊，感谢你，主啊，主啊，是的，感谢你，因为主啊，你的牺牲使我们能够站立在这里来服侍你。主啊，哈利路亚，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主你的牺牲，使我们能够站立在这里。哈利路亚，感谢你，主啊，主啊，赞美你。我们开口来同声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你如此牺牲的大爱，使我们能够站立。哈利路亚，赞美你。主，你是配的，我们赞美你，是救赎我们的主。若不是你为我们牺牲，你宝血洗净我们的污秽，否则我们什么都不是。主，我们愿意献上生命，献上所有给你。主，我们愿意跟随你。主，我们永远爱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选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选召没有怀疑。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的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选召没有怀疑。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
天父上帝，我们要献上感谢及赞美，赞美万能的主，时时在我们身旁守候我们。主啊，我们要喜乐的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的生命当中。主，你要赐给我们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在翱翔着。主啊，我们也要将今天主日礼拜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让说的及听的都能得到蒙福。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我们要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软弱正义的刚强，人将真理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贫穷正义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可以在主日来到你的殿中敬拜赞美你。让我们在一周的开始就先来亲近你，享受你的同在。愿主赐福我们，在这新的一周，带着你的同在与能力，在我们的生活中靠主得胜，经历你话语的大能和拯救。现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自己奉献才能和一切所有的都奉献在主的面前，求主悦纳我们献上的荣耀的名。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来报告。首先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记载在路德记1章16节，让我们一起来。可是路德说：“请不要叫我离开你，让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到哪里，我也到那里；你住哪里，我也住那里。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路德记1章16节，我们再一次。可是路德说：“请不要叫我离开你，让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到哪里，我也到那里；你住哪里，我也住那里。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而且章16节。本主日是台南神学院奉献的主日，那我们今天是由吴佩慈牧师前来讲道，请来报告。谢谢我们吴牧师的勉励。
好，那5月4号星期天是我们第3次的圣礼典。那要受洗者请在4月13号前跟那个区长或小组长来报名。3月30号，3月30号，有举办第419次的长执会。那请各单位在3月26号星期三之前提出报告的资料。那3月30号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清明追思的礼拜。那想要保留继续追思故人，然后请到那个1楼的教育厅那边做一个签名登记。那如果说你想要新增就是追思的故人，那也请那个写这个追思卡，然后并提供故人的照片，然后交到这个干事室。那就是到今天截止。3月26号的10点半到12点有举办那个松大的讲座。那主题是从经络谈养生，那欢迎大家的参加。4月26号也有春丽嘎挂的一个福音茶会，目前已经到那个第2阶段，然后在3月30号前来实际关心，然后来为 Best 来建立关系。好，那我们在5月17号、18号的星期六日，会在古坑举行我们60周年全教会的一个退休会。那目前还可以报名，那请大家赶快来报名。那报名的期限是到4月13号为止。那生日助学金也是收件到那个今天为止。那还有复活节踏青的宣教的活动，也是到今天报名截止。那我们请那个嘉生长老来补充报告。大家平安，不好意思哈，因为我这个讯息比较晚提供给教会哈，所以我在这边补充报告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踏青活动，很感谢大家的参与啊。我们现在人数已经到接近300个人哈。那因为有一些小组报名是在群组上面报名，没有在我们的 Google 表单上面报名哈。提醒小组长还是要到 Google 表单上面去报名那我们才可以一起来统计人数。那我们现在进入第2阶段报名从明天开始就进入第2阶段。我们现在的费用是100块成人100块，那小孩子是50块。那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3月23号是最后一天。那明天开始呢，我们教会的会友就是成人是300块那我们原价是600啦其实还是有优惠那成人是300块，那儿童是150块。那如果我们有邀请慕道友的那还是原价那就是优惠价100块，那儿童是50块，那90公分以下的是免费。那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我们会友可以邀请慕道友更多的慕道友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那有报名的当天，我们是有那个复活节的感恩礼拜，那结束之后在教会用餐。那我们集合在春天农场集合是12点50分要集合完毕，因为我们当天还有一些赠品要发放门票还有水所以我们要提早过去。那个上页有那个坐公车的讯息我们可以自己搭公车或是共乘或者是走路会比较慢还是要坐公车那个5065137 BR 中线反正就是要春天农场应该是大家很熟悉了我们就自己前往。那记得这个时间12点50分以前要报到这样子。好，那以上说明，谢谢。好，我们谢谢嘉生长老的一个补充介绍。那接下来我们那个也是60周年的一个系列的活动，这是环岛之旅。那这是4天的一个环岛之旅。那我们还有2个梯次，那就是
3月28号是那个第2梯次的报名的一个截止，然后还有6月27是第3梯次的报名的一个截止。那有兴趣、有时间的啊，就请大家尽速来报名。那今天也是我们吴佩慈牧师在那个桃园教会就任的一个受职的感恩礼拜，在今天下午3点，然后在桃园教会就职啊，我们也欢迎大家那个一起来参加。好，那在4月13，在5月7号有一个庆祝母亲节的活动，这是竹中北区妇女事工部举办。那今天报名截止，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电梯里面的公告，或者是跟那个田处一长老来询问。那蓝敏和弟兄就是在3月12号星期三蒙主恩召，那我们会在4月3号的在桃园市立殡仪馆的景德厅1点会举办入殓礼拜，然后1点半是告别礼拜，然后3点是火化礼拜，然后在4月1号的星期二在晚上的7点半在本会的2楼礼拜堂举行那个家庭安慰礼拜，那愿主安慰的灵与遗族同在。那有时间的弟兄姐妹也请大家一起来参加。那目前那个陈牧师夫妇跟会友共有14位，目前是参加第1梯次的一个德国宗教改革之旅啊，也很快也经过了1个礼拜了啊。好，那我们恭喜就是林明德弟兄、郑丽雅夫妇啊，在3月20号平安的生下一个男孩子，那愿主赐福新生儿平安的快乐成长。还有林荣贤弟兄，还有苏冠珍姐妹的结婚礼拜时间是在3月29号星期六的早上10点，那是在台北的济南长老教会举办。那愿神赐福满满在这对新人。那我们现在来放一段影片。I just wanna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till every dark addiction starts to break. Declaring there is 补充一下这一段影片是我们那个就是春丽嘎挂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宣导影片。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好，谢谢。那请问一下，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读圣经，记载在路德记1章6到18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拿俄美还住在摩押的时候，听说上主眷顾他的子民，使他们有好收成，就准备跟2个媳妇离开摩押回本土去。他们一起动身回犹大，但是在路上，拿俄美对2个媳妇说：“你们各自回娘家去吧，愿上主以仁慈对你们，像你们善待了我儿已故的人一样。愿上主使你们2人有机会再结婚，都有归宿。”于是拿俄美吻别他们，2个媳妇就放声大哭，对拿俄美说：“不，我们要跟你回到你本族的人那里去。”拿俄美说：“女儿啊，
你们还是回去吧。为什么要跟我走呢？我还能生子来做你们的丈夫吗？回去吧，我的女儿，走吧。我已经太老，不能再结婚了。就算我还有一点希望能在今晚结婚，而且会生儿子，你们愿意等他们长大吗？你们能等着不去嫁别人吗？不，我的女儿，这是不可能。上主惩罚了我，我很难过。他们又哭了起来。而尔巴终于吻别她的婆婆，回娘家去了。但是路德舍不得离去。拿尔美对他说：“路德，你嫂嫂已经回她本族和她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她回去吧。”可是路德说：“请不要叫我离开你，让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到哪里，我也到那里；我住哪里，我也住那里。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在那里，我也死在那里，葬在那里。除了死，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们分离。要是我背誓，愿上主重重地惩罚我。”拿尔美见路德坚决要跟自己走，也就不再劝勉他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台南神学院的乌佩慈牧师来讲道，题目是选择跟随，选择跟随。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帝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聚集。刚刚长老介绍，害我吓一跳，说让我们欢迎台南神学院的毕业的吴佩慈牧师。刚刚如果看报告的时候，应该有看到哈，就我今天早上散步过来，不用10分钟。好，为什么？对，我是邻居来着。很开心，有机会能够因为男神主日来到我们中间哈。很荣幸，迦南教会不是谁想来就可以来呢吼，但是还好我有一点服侍机会。我现在目前是桃竹苗区校友会会长，所以就好报名，好我来迦南。没想到这么有趣，昨天晚上1堂服侍，今天2堂，然后下午我要回桃园就会揪人吼，所以请大家也在祷告中纪念。我想要邀请大家跟身旁人分享一些祝福，分3阶段。第1阶段，请对身旁的人微笑，开始。微笑，哈哈哈。第2阶段说愿你平安，好。第3阶段不怕的就跟旁边的人握手，分享一下温度哈。有的会怕就不要哈，不怕的可以握个手，好，分享一下温度。好，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在今天早上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预备心领受你话语，恳求圣灵动工，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真实领受你的话语，照你的旨意来行。向你献上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早上那个台语堂司会的执事很可爱，然后聊天，我就说我今天声音其实大概低了1-2度，武中长老有没有跟之前听起来声音不一样，还是一样？好，他说后母太强了，听得懂吗？春天后母病，我的鼻子啊，鼻涕倒流有点卡住，声音怪怪，我尽量好，希望它维持比较好的状态哈。好，那先来问。我讲到习惯会问问题，请至少在心里想答案。好，愿意讲出来就大声说答案，这样可以吗？然后待会有机会邀请大家一起读圣经，大概是这样。好，在路德记哈，我们今天直接看6到18节哈，所以我们一定需要回顾一下，在1到5节发生了什么事情。路德记发生的背景是在什么时代？这个可以开声回答。对，打3天。这边刚刚不是有听到答案？by the way， 我鼻子塞，耳朵有点塞，所以
在什么时期？我们这个座位要这样看，会众要这样看。士师嘛，哈，请放在心底哦，士师哈。有一个家庭的人，大家长，大家已经很陌生，叫做以利米勒那一位。好，因为他们遇到饥荒，所以做了选择，就带着他的妻子、2个儿子离开伯利恒，去到摩押另外一个国家。到了那里，没想到在这个家庭当中的3位男性就先后都过世了。圣经记载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请。马伦和基连也死了，留下拿俄美，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所以马伦、基连是谁？就是儿子的名字哈。所以以利米勒、马伦、基连都是我们很陌生，因为路德记第1章出现后面就消失了。好，这个家庭。哇，男性都过世，那当然我们比较习惯称他为拿俄米哈。那因为我们今天使用的版本是现代中文译本，所以翻译成拿俄美哈，但是就是同一位。她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了。照这样看来，其实他们可以被称为已经一无所有。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不好意思。那个女权主义者就忍耐一下，需要依靠男性生活。还没成年前要依靠父亲，结婚之后要依靠丈夫。但是如果丈夫过世了，就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力生活，唯一的选择是成为妓女哦。那个年代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来想一下，我们有没有曾经失去过什么东西？你有失去什么吗？有吗？没有吗？应该有可能会遇到生离死别，可能健康出了问题，就像我现在喉咙好卡我会咳嗽是因为鼻涕倒流，不是感冒，不要怕，没事。好，可能某些关系改变了，名利。可能讲这些又太大，小时候玩玩具被抢走，没了。我相信我们生命当中都曾经经历失去，在失去的时候，可能就开始怀疑自己怎么了？为什么？或许有一些自我否定跑出来，或许有一些，到底怎么回事？我不是上帝的儿女吗？怎么还这样？但是失去的同时，好像就上帝对我们的生命提出一种可能性，让我们可以好好想想现在的自己。或许需要转一下我们的眼目，看上帝，看他会继续持续怎么带领。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能可以简短的分，就是有3段的对话。第1段的部分，我们一起来读第6节，请。拿俄美还住在摩押的时候，眷顾他的子民，使他们有好收成，就准备跟2个媳妇离开摩押回本地去。哇，离开，要离开！原来为了躲避饥荒去的摩押，现在预备要离开，这是一个行动的开始。是一段旅程，预备展开。中文看不太出来，但是在原文当中，这些动词都是使用单数。使用单数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个人做了决定，要有这样的行动，那一个人就是拿俄美。拿俄美会做这样的决定，看起来就是因为她已经失去了丈夫，没有儿子了。但是圣经当中其实给我们更完整的讯息，就是他听说上主眷顾他的子民，使他们有好收成。之前因为遇到饥荒，必须要逃离，因为要有东西吃才能活下去。但是如今听说上主眷顾他的子民，而且让他们还有好的收成。我们其实不知道拿俄美怎么样知道，怎么样有机会听说上帝眷顾他的子民，而且还有让他们好的收成。但是我们却清楚看见上帝在这里伸手介入在人的生活生命环境当中，
其实路德记有2次这样的记载，第一次就是这里，第二次是在第4章最后的结尾，上帝让路德怀孕生子。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在路德记当中，我们没有看见记载上帝说什么什么，并没有。但是不断一次又一次，却有机会听到人提到耶和华的名，而且上帝亲自来介入在饥荒、妇女不能生育的困难当中。所以第一段对话第6到第10节后面，我们可以分3个部分：有指示、有祝福、有祈祷。拿俄米指示他的媳妇要做什么事？你们各自回娘家去吧。你们各自回娘家去吧。其实，如果我们认真仔细想一下，这是很奇妙的说法。哪里奇妙？因为在圣经当中很少提到娘家，可以吗？因为父家才是圣经常常出现记载方式。如果我们认真回顾的话，是父家，没有在这么常提到娘家。当然有学者指出，后面的第9节有提到这样概念，就是拿俄米其实已经预备安排2个媳妇，可以未来有机会再婚，所以才提到娘家。好，考一下大家圣经记忆。创世纪24章28节，我们先一起来读，请。那少女跑回家里，告诉母亲和家里的人，这是什么事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文？我相信大家对圣经有一定熟悉度，所以我讲一个人名应该就可以连起来。那个人名叫做利百加。哦，这样有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亚伯拉罕差遣他家的老仆人去到故乡，要帮以撒找到老婆，对不对？然后，所以当那位老仆人遇到利百加，跟利百加相遇的时候，好，按照当时结婚风俗，其实我那时候因为刚好我读男生，有修一门就是那个风俗的课，然后认真注意观察，很酷那时候很先进那老仆人有做一件事情，把鼻环戴在利百加的鼻子上，真的，你们回去翻鼻环，然后套上手环，意思是说，我们这个家族就要娶你啦。好，然后这时候那个少女就是利百加，就跑回家里，把所发生的事告诉母亲和家里的人。透过这样记载，我们可以猜想，其实母亲在女儿选择丈夫事情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所以才会提到娘家这样子的概念。好，当拿俄米指示2个媳妇回娘家之后，又在离别之前为他们祈求上帝赐福。他是如何祈求的呢？怎样赐福呢？我们一起来读上面的经文，请。愿上主以仁慈待你们，像你们善待了我和已故的人一样。好，这边有出现一个希伯来文字，叫做 Hesed。这个字很奇妙、很特别，它中文翻译可能可以有仁慈、慈爱、信实、忠心很多元的意思。路德记其实这样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希伯来文用法可能是说，一个人为着别人来付出行动，或者是让领受祝福的人可以生存下去，能够表现出 Hesed 这样子的人，他可以供应需求，满足人的需要。讲了这些，我们就再来看一下这节经文。拿俄米祝福他们说：“愿上主以 Hesed 待你们，像你们善待了我和已故的人一样。”意思是说，拿俄米知道他已经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供给媳妇们的需要，因此就祝福他们得到上帝的 Hesed， 依靠上帝就成为他们可以盼望的事情。再来第3部分是祈祷，我们再一起来读第9节，请。让主使你们2人有机会再结婚，都有归宿。感谢有人拿麦克风帮忙念经文，让我可以咳嗽一下。好，
也特别求上帝在这2位年轻的妇女身上能够显示他的黑血，就是他的慈爱、赏赐、恩典，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再找到新的对象再结婚。就如同我前面提，那个时代的寡妇是没办法生存的哈。鼓励他们有机会再结婚，就是让他们生活可以得到保障。接下去我们看到很特别的反应，第9到第10节，第9节后半段，我们一起来读，请。每吻别他们，2个媳妇就放声大哭，对拿俄美说：“不，我们要跟你回到你本族的英文不用念那里去。”好，拿俄美跟2个媳妇亲嘴，是他们表示那个亲近的感觉哈。放声而哭，大哭啊！俄尔巴是路德嫂嫂的名字哈。这2个媳妇拒绝呢，不好意思问，我们的婆媳关系有没有亲近成这样？竟然舍不得到婆婆叫我走，我竟然哭，我说我不要。咦，好，自己想，不要跟我分享。但是更妙的是哈，其实这2个媳妇是摩押人呢。他们有去过伯利恒吗？没有。但是这2个媳妇说什么？不，我们要跟你回到你本族的人那里去。回耶！我今天讲完道，待会服事结束会回桃园教会，因为我现在住在桃园教会牧师馆。好，那他家主任牧师是我先生，好，下午我会就任，所以我是要回去嘛，对不对？那怎么会讲到回？好，所以我们读圣经有时候可以注意一下，不要很顺啊，读过去就回啊，那不是他们家呢，对吧？但是更有意思是，我们中文就是回，但是英文写法不同 ，returning、go back 不讲嘛，对不对？不一样哈。这边的回比较就不是那种我昨天晚上已经散步来。青年礼拜讲完道，回桃园教会，早上再从桃园来到嘉南，下午要回去，不是这种移动的回，比较是这2个媳妇所想的事情是，我要去到那一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族群文化那种社会定位的转变。好，所以他们竟然已经想这么远了。圣经上帝的话语很真实记载我们人的困境、软弱，很有意思哈。因此圣经可读性很高嘛哈。各个宗教经典哪有在写这些的？圣经翻开什么都写哈。但是在今天的我们也可能就面对一些生命的低潮，或许是学业、工作、家庭，甚至是服事。教会怎么发展？好，今年我们嘉南要庆祝几周年？桃园有人知道吗？对，专业140。拜德我也分享，桃园教会140年没有遇过牧师娘也当牧师。我先生到5月底就满4年，今天我要就任，所以会出现第1位女牧师跟第1位牧师娘牧师，是牧师娘牧师，牧师娘，绕口令。很有意思就是你不知道教会会怎么发展嘛？我们当然会希望教会兴旺哈，但是的确也遇过挑战，不是吗？人生会遇到怎样经历，常常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也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有机会走出生命的困境？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旅程当中，不要忘记上主眷顾他的子民。好，我们要来看第2轮的对话哈。第2轮对话第11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拿俄美说：“女儿啊，你们还是回去吧。为什么要跟我走呢？我还能再生儿子来做你们的丈夫吗？”哇，拿俄美再一次来劝他们呢。而且他更详细说自己的想法跟主张。他先讲一件事情，说自己已经超过可以生产的年纪，认为自己太老没办法再结婚。他又继续对2个媳妇说：“好，我们还要再一起来读，请。
女儿，走吧，我已经太老，不能再结婚了。就算我还有一点希望能在今晚结婚，而且会生儿子，你们愿意等他们长大吗？你们能等着不去嫁别人吗？不，我的女儿还是不可能的。好，因为在当时就是有这样的风俗传统，如果哥哥过世，好，弟弟需要娶嫂嫂为哥哥留后代，所以才有这样的想法。那阿美说不行啊，没有机会，他原来只生了2个儿子，2个儿子都过世了，所以如果我真的还有一点希望，在今天晚上结婚，哇，还有机会生儿子，那你们可以等这小 baby 长大，你们再嫁给他，再存留后代吗？这样有完整的听懂了解的概念哦。所以，如果我们有注意到圣经对称呼的转变，拿美很温柔的，前面讲媳妇，这边称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当拿俄美讲到跟上帝有关的讯息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上主惩罚了我。”和合本是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哇！他有这样的生命经验。他讲到上帝的时候，他说：“哇，上主惩罚了我。”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拿俄美自己感到的那个绝望、悲哀。我相信我们对神有一定的认识哦。当然，我不知道大家信主多少年，你认识的神是怎样的神。但是当拿俄美遇到原来为了逃避饥荒去了另外一个国家，但是丈夫儿子都死了，当然听到一线生机，有好收成，上帝有眷顾，但是他认为上主惩罚了他，耶和华伸手攻击他，他认为上帝没有照顾他。我们生命当中真的会有一些转变哈。我下午就任时有会讲一句话说啊，我又要就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眼熟？这样讲硬要拉关系很怪。在今年1月之前，我在真理大学担任校牧，所以去年大家来到真理大学的时候，看到一位跑来跑去的人是我。哦，对，好，没有要这样拉关系，但是很难想象我在真理有1年4个月的服事。很特别，很妙，但是因为桃园小会，我就说140年没有遇过牧师娘当牧师的哦，所以当他们开口，小会员自己讨论，就除了我老公之外的小会员讨论好，要邀请我说好，那有机会一起来服事，这样。上帝带领到底是怎样，很难想象呢。哪有牧师那么常就任？我又要收到礼物，真的是我都不好意思。可是。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很多困难挑战的，也是悲伤的事情。我刚好最近有2个机会哈，就是得知，也不能讲的，就是遇到认识或者是有关联的人生命结束。我上礼拜其实有跑台北一趟哈，因为我爸爸也是牧师，所以在20多年前我在台北有参与一个全部都是牧师小孩的乐团。但是我们有一个同工，其实非常有才华，上帝呼召带他去美国牧会。47岁，因为生病美国，他有看过医生了，预备开车去药房，车停好走下去就倒下去，就回天家了。我们很难想象而且最近有新闻的事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个云科技董事长把技术长杀了的事情。我后来辗转才知道，哦。那一位过世的是弟兄，就是我过去在台北教会的弟兄。那感觉很奇怪，甚至你看这么热心服侍、才华洋溢的人，这么爱主，怎么会这样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是上帝的百姓吗？怎么还会这样？所以拿俄美讲上主惩罚了我，好像也没这么意外。但是我们又是如何认识神的？当我遇到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的想法、我的反应又是什么？埋怨，还是感谢神？怎么感谢得出来？
是的，上帝可以维护人的生命，他可以供给人的需要。但是生命当中重大变化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回应啊？在第2轮的对话当中，这几位妇女还是用放声而哭来结束，然后俄尔巴就是路德的嫂嫂就离开她的婆婆。小小提醒，我们不需要去责备俄尔巴，因为这个媳妇只是听了婆婆的话，婆婆叫她回去，都讲了2次，她才走啊。但是更有意思就是，也是透过这样，所以很自然，我们焦点就会继续就放在路德的身上。14节后半段，我们一起来读经，但是路德还是舍不得离去，舍不得离去。婆婆叫他们回去吧，他说我不要啊。那种情感的力量，让路德是愿意选择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神明，去跟随新的对象。好，第3轮的对话，15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拿俄美对他说：“路德，你嫂嫂已经回他本族和他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他回去吧。”其实拿俄美给他的媳妇很不平常的选择权，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劝他们回去吧。而且到第3次还是要路德，甚至直接跟着他嫂嫂，嫂嫂都回去了，你也回去吧。回去哪？本族跟他的神明那里，很有意思哦，就是完全的回去。这其实是一位妇女对另外一位妇女，一个寡妇对另外一位寡妇，一个媳妇对婆婆，表明愿意委身的意愿。16节，在一起读，请。可是路德说：“请不要叫我离开你，让我跟你一起去吧。”路德没有想象，如果自己留在摩押，可能遇到美好的前程，就是或许有机会再嫁给本地人。另外一方面，路德也没有去想什么，我若去到跟我的婆婆去到她的家乡，他们是不是会善待我？这一切都是未知的事情，但是他仍然愿意承担照顾有年纪婆婆的责任。路德说什么？好，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好好来读，请。你到哪里，我也到那里；你住哪里，我也住那里。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刚刚前面我们才提到第3次，拿俄美才要嫂嫂回去本族跟他的神明那里，但是路德说什么？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很特别呢，是吧？对拿俄美来说，耶和华上帝是他生命当中自己已经经历过的神，但是对路德来讲，是他结婚之后，或许是从他的先生，或许是从公公婆婆的口中说出来，才有机会听到的上帝，不是吗？我刚才台语堂让大家活动一下筋骨，问个问题。好，我们教会有60年的历史，应该也可以直接稍微跳一下，这样马上分几岁吼？你信主30年以上的举手。跳太快，好，重来，让多一点人可以伸手。20岁，你信主20年以上的举手，也可以换手20年，这样偷偷看到好，30年以上的举手，40、50、60、70，刚刚台语堂有80年，有没有70年以上？很久呢吼。但是我们认识的神是怎样的神？这个路德只有机会先听说，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有自己的宗教神明，原来结婚之前不是吗？但是这时候他听到了，他也做了选择。因为选择就2条路，一种就是跟嫂嫂一样回到摩押，另外一种就是跟婆婆拿俄美去到犹大的地方。
所以路德的选择是超越族群文化界限，献身给另外一个民族，选择全新的，包括宗教信仰。讲到这，就邀请大家来回顾一下士师记是怎样的时代啊？为什么会有士师兴起？为什么？上帝的百姓背离神，犯罪得罪上帝，上帝就差派外族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哀嚎，对不对？上帝就派士师来嘛，对不对？然后他们被拯救嘛，然后又感谢神，活得很好啊，又犯罪得罪神，就是那循环中间有印象吗？还没有，回去自己读士师记。但是在这里，这个外国人摩押媳妇路德却愿意展现爱与忠诚，那是很强烈的对比，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信仰展现出什么样的样貌啊？信上帝很好啊，上帝会赐福啊，恩典满满，对不对？有吼？点头的人也太少吧，吓到我。我相信我们有经验有体会过，但是怎么样，竟然有人可以这样选啊？而且路德说明他所愿意的是一生的交托。继续读17节，请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那里，葬在那里。除了死，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们分离。要是我被弑，愿上主重重地惩罚我。在古代近东的文化认为埋葬在自己祖先历代相传的家乡是重要的事。其实我们台湾应该也有点这样的概念当然现在有点 fashion 有树葬花葬的新选择但是概念上就是要葬在故乡啊。所以我们看见路德的告白表示他有许下诺言，对吗？因为他说要是我被离誓约嘛讲出这话就是不再收回了，我就是要跟你去。所以在这段对话要结束的时候，拿美发现他已经没有机会改变他的心意。好，一起来读18节，请。拿美见路德坚决要跟自己走，就不再劝阻他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家庭就是因为有饥荒，才离开伯利恒到了摩押。但是以利米勒、马伦、基连都过世了，那看起来就是已经走投无路啊，没希望。竟然可以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子民，赐粮食给他们。苦难为什么会发生？我们找不出答案，说不出来。为什么这些事会临到上帝的百姓身上？不知道。但是当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上帝仍然眷顾啊。当然，因为我们有知道路德记的发展最后怎么样所以很有盼望，甚至知道其实路德成为大卫的祖先嘛可是这些事情是我们读到圣经才知道，自己经历的时候好像又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拿美用好似母亲的心，要他的媳妇们回娘家，期盼他们好的归宿。我们真的不晓得路德到底怎么会这样选，很奇怪耶。认真想是很奇怪的事情。过去遇到困难，未来挑战，没有一个是知道的，但是他却可以说出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在今天我们认识的上帝是我的上帝吗？还是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阿公阿妈、阿祖的上帝？是他我的问题吗？他是我的上帝吗？我认识的上帝又是怎样的神？会不会有时候搞错了，认为上主是刑罚会处罚我伸手攻击我的？还是我仍然坚定的相信他？要紧的是，我们要跟上帝自己也连线，好吗？遇到困难挑战，你相信上帝仍然引路吗？
你愿意做怎样的选择？邀请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们感谢你从过去到现在一路保护引领我们，求主继续施恩，让我们能够选择跟随，更加明白你的旨意，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是因为男神主日机会来到这里，所以有一个短短的影片，邀请大家可以透过影片一起来关心男神神学教育。亲爱的众牧长以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看过台南神学院的历史，从1869年设立到现在已经100多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很感谢上帝的带领，以及历任的院长，还有老师，还有众弟兄姐妹，为了这个学校的关心、代祷跟奉献。台南神学院立案之后，要面对很多公部门的要求，当然也有很多的功课要面对，也有很多的挑战，我们要去应验。但是上帝的保守跟带领能够顺利走过很多的困难。我们再次恳求呼吁弟兄姐妹继续关心台南神学院，为神学院代祷跟奉献，也特别呼吁大家能够介绍优秀的青年来读神学院，来广传福音。谢谢大家。
现在邀请大家从座位中站立起来。路德选择拿俄米，我们选择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是我们这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献上生命，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是的，献上生命。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爱你，是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爱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们。我们
喜在今在永在的君，喜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哈利路亚。今天的礼拜就到这里，请大家互相请安。